找我来干嘛？说吧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你堂堂顾家少奶奶，你问我借钱？那些钱都是顾家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能碰人家钱。你就是用这种视金钱为粪土的姿态，把顾西城迷惑住了。可这些在我看来都太虚伪了。你觉得我虚伪？我今天问你借钱是要给妈妈交护理费的。这几个月我住在顾家，没有时间出去打工，身上钱不够了。当初是你说的，要把妈妈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病，可最后呢，连医院都没有换一家。你是个骗子，苏妍希，到底谁是骗子？顾西城把我赶出顾家了，我现在想回顾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，你把顾西城迷得神魂颠倒，你现在问我借钱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一分没有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你等等，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有机会接近我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好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不，简溪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2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联系你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别再说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简溪，简溪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顾西城，我不想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从你带我去孤儿院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，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生活这么美好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，这一切你都忘了。难道这所有的爱你都要放弃吗？顾西城，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。
求。